耶利米书第8章18节到第9章第1节。18节，我伤心甲无药通医，我的心神衰烂，强要昏去。听我的同胞哀叫的声，对真远的所在传来。上主减无伫锡安，锡安的王减无伫城内。上主讲：因是安怎拜雕刻的偶像，拜外邦虚无的神明，惹我受气。我的同胞讲：修行已经过，热天已经结束，毋过阮也未得到解救。我因为同胞受毁灭，心碎去。我非常悲伤，惊吓失神。基列减无乳香，遐减无医生。我的同胞哪也未得到医治。可袂得我的头变做水源，我的目睭变做目屎的泉源。每日为着互人抬视的同胞哀哭。